港島東區約20年來最大型嘅新盤，太古地產牽頭發展嘅海德園1期，位處柴灣常安街，單位總數592伙，目前已屆現樓。海德園擁有發展商名牌效應，住客會所連園林，面積約8萬方尺，樓盤主打2房同埋3房戶型。發展商最近開放現樓示範單位，首先參觀嘅2房單位為3座39樓 H 室，實用面積573方尺，屬2房1套設計。客飯廳面積約200方尺，連接22方尺露台，空間感闊落。單位採用開放式廚房設計，設有 L 型嘅工作台面同埋多組櫥櫃。廚房旁邊設有獨立嘅儲物櫃，為住戶提供足夠嘅收納空間。主人套房寢區面積約85方尺，內連16方尺嘅工作平台。主人浴室嘅特色係內設浴缸。另一個客房格局同樣方正，面積約為55方尺。至於2座39樓 G 室，為2房緊廚設計，實用面積538方尺，望柴灣市景同埋東九龍一帶海景。客飯廳面積約200方尺，長約7米，空間方正實用。主人房面積就約有85方尺，擺放雙人床之後，戶主仍然可以3邊落床。房間同時預留近8尺長嘅衣櫃位。另一間房面積超過50方尺。至於第2座28樓 D 室現樓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518方尺，2房開放式廚房設計，客飯廳面積近200方尺。房間設有轉角窗設計，室內採光度充足。至於另一間睡房，設計師就拆除咗原有嘅間隔牆，進一步提升整體空間感同埋採光效果，靈活配合戶主嘅生活需要。